嗱，你以為洗面越洗得耐就等於越乾淨？其實洗面超過1分鐘，分分鐘係搞到你皮膚反覆發炎、越洗越乾嘅元兇。嗱，好多咧客人同我講啦，覺得自己塊面咧好多黑頭粉刺，係因為咧洗得唔夠乾淨喎。於是咧每次洗面咧都瘋狂咁樣搓塊面，搓咗好耐，甚至咧當埋按摩咁樣做。大家咧千祈唔好咁樣啦嚇！你洗得越耐咧，皮膚嘅屏障受損得越緊要㗎。國際皮膚醫學期刊嘅研究一早咧證實咗啦，當洗面奶咧停留喺皮膚超過1分鐘咧，入面嘅表面活性劑就會由單純嘅清潔表面變成滲透角質層，引發嚴重嘅蛋白質變性同埋咧脂質流失。佢唔單止咧會洗走你嘅污垢，仲會直接溶解你底層嘅神經酰胺同埋天然保濕因子。所以咧，如果你洗面咧覺得咧即刻有一種掹掹緊嘅感覺，搽嘢咧仲有刺痛感，未必咧係因為產品唔啱，而係你洗得太耐啦。嗱，想咧保護你嘅屏障，記住以下咧洗面嘅 tips 啦。第一，洗面嘅黃金時間咧係30至到60秒，由下巴開始輕輕打圈，有需要咧可以重複多1次嘅。嗱，之後咧就要即刻過水㗎啦。第二，最後用濕毛巾咧輕輕咧抹勻全塊面，嗱，確保咧髮際邊啦同埋鼻翼咧係冇殘留嘅洗面產品喺當中嘅。嗱，我係你哋嘅皮膚炎症專家 Ada。如果你嘅屏障已經受損啦，塊面咧乾到咧好想急救嘅話咧，即刻 inbox 或者 WhatsApp 我啊，等我幫你修復。